不觉没法听。都是美。这个是直播，这边是他的视频啊。你能看得懂他们说什么吗？韩语看不懂，一些其他的韩语完全认不到。我只会这个都忘了。哎，来乖乖打个招呼，远一点。他们都认识。今天开始比较早，在鹅城街那边早就跳了。鹅城街那个红烧花，还有那个罗马那边跳的比较早。武侯祠哪个地方？就是罗马对面那个，就是鹅城街，那边是开始最早的。也是他们跳吗？不是，他们团队不一样，那边是格桑花嘛，那边是一个选址队，但是也是锅庄舞里面也是全职队。它是选址。是那个什么选址？是锅庄舞里面一种，也是锅庄舞。武侯祠横街就在那个罗马旁边也是，罗马那边也是跳舞嘛，那边有几个地方都在跳舞。我不知道。你我就是骑自行车，然后看了一次，我觉得他们风格挺好的。100多米的也有，再往前面100多米也有。是前面这个时候有，这边有但是3个它台阶不是很好。对。然后其他地方我就不知道了，你告诉我几个地方。还有成都很多。这个离那个东门比较近一点。东门的好像万象城应该有吧？没有，没看到过。以前好像有，那应该没有了吧？现在都是很小的了。对。就是那个氛围很好，就只有这个地方。然后只有这个地方呀。赶地铁是最方便的嘛，因为7号线或者转一下就可以。就是偶尔来看一下。上一次路过的时候看他们跳，这氛围好好呀。对啊，这氛围很好，人也多，这边场地最大的。就看着就很舒服的。对，有些项目好了，看了之后第2天就想上，因为第1天就烧了。第1天你慢慢站进去跳吧，慢慢就学吧。后面第2天、第3天就每天都来。因为这个都是前面那边领舞嘛，你跟着他节奏看了旁边学就是，就不需要人，不用手把手教，直接看着他们。主要是手和脚的那个，他手是比较简单的，就是脚你要配合起来就好像是先看脚再看手。一般他们今天是先看脚下，再看手部。反正你不会，别人他旁边还有自己功夫嘛，一般也没有别人，也没人笑你，因为大家都是他们都是慢慢过来的。这个他是领舞啊，今天第一个是李丽，这个张戏曲针，很多网上都有，你都认识他们3个呀？都全部认识，全部都认识。你在这儿拍了多久了？7个月吧，哇！第3个是梅朵，他们3个是关系最好的，前3个关系最好的。气质也很好，对，身材也很好，长得也高，可能他们个子高嘛，然后身材也好，气质也包含了容貌在里头。
开始比较早。我得去推就跑了，他推给我了。老板给买的。你像上一次一样，我直接放他，然后再进来。他要给我放，他如果久了的话，他要到处找我，他要找人。他随时要把，他只是不能说话，他一直往到处找。这个是视频啊。对，这个就是相机拍嘛。单独拍。这个设备真的是好齐全。这个分开的都要，因为这个直播的分辨率太低了，只有1080才能够看。这个就是全高清的，4K、8K 都可以拍。我完全不懂。就是最清晰的嘛。走马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它其实它有点想在位置比较高的地方，就看的是不是腿。它如果是在地上看到全是腿，然后有点小委屈。他早就习惯了，因为这个抱了他了几个月了嘛，他就习惯了。就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抱着它的这个高度就比较喜欢，然后如果不抱着它，它在地上的时候那个高度对它来说就不太好，因为全是腿儿。对，也是啊，他视线不一样。对，就是视线非常不好。对，我是说他很不喜欢，他想往外走。哦，好委屈啊，好委屈啊。就像我们家那个小朋友，就是不会说话。对，真的就是像个5、6岁的小孩子。他们说那个一些来的人穿的衣服穿的便装，没有穿藏装。他有些本来是汉服，他就先买些藏装穿，不一样，可能也便宜几百块钱，只是跳出来的感觉不一样。有280多个人嘛，这个是人数嘛，观看人数。这个开的比较晚，一般7点半就开了。因为我出去开车的时候就时间就开了。今天我车限行没有，把它出租车过来了。对，等会儿进去，开序都是我们一起最早的，相当于都是我们最早的4月份就一起跟我。基本上一起的吧，就是开始一起啥？就是我拍了，我拍了之后，他们看了我的视频，然后就过来看嘛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看到了之后，当天晚上就慢慢跳，没有想跳的，没有想的，就是过来看热闹嘛。后面第2天就开始跳了，然后跳到现在，就减了30多斤，减肥嘛。现在减30，现在是真肥了，是减肥了。他本来也不胖，本来130多斤，现在只有100多斤了。快进去吧！基本上跳舞全部都瘦了，没有一个长胖的，全部瘦了。团队的那些所有人都瘦了，并且他们还很高，那个感到很高兴，因为有些减个2、3斤。你看他们这次跳完了再进去，人太多了。刚刚那个啥，你说马上进去我就。没事，一般的2、3分钟左右。还有一些在罗马那边跳，你们再过来。你一直就是做这个吗？没有，就晚上出来。哦，这就是兼职那个副业。对，相当于对。你主业是啥？主业还是搞网络，现在没搞了，没搞了。以前是搞网络的，后面没自己做网站那些。自己做网站？你不要说那个我们，你会做？我也就是做网络方面。啊？做网络方面，做网站啦，我也自己做一些。有点久没说普通话了，我就发现我那个呵呵不分。这个。
刚刚过来，要不然他就穿衣服去了。苏拉又来了，苏拉那个是。行，等一下进去嘛，万一人比较多。马上完了。就是想进去就可以进去。他们跳舞的可以进去，还有摄像的可以。什么可以进去？摄像可以，就是进去吧。哎呀，是谁说的？没注意到是谁说的呢？还要14分钟，他们3个在一起。除了编织过他的那个罗跑那边穿衣服，然后装挺这个穿。还是穿那个麻烦，最快的动作你要15吧。他们这个衣服一个都不好穿，都是就是帮忙。3倍，必须换15了，换15的话5倍。
哎，我们把衣服脱了，穿黑的，他刚刚有点热。对，脱了衣服。
他因为捐了20美元，但我不知道是谁的。送糖的话，我怎么送啊？不知道是哪个还是不知道多呢？
近嘛，这儿要样，这儿也不存在不得去钱路了哈。哦，现在下雨少的地方，以前下雨很多钱。就是啊。冷冻嘛。哦，去买了两个。他们有些是从境外来的。哦。呵呵。才这样噻。这一台多少是自排？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3个左右，13个直播间。这是以前我放的，它8点多。那个晚上吹风的时候啊，忙不过来，随时要倒。忙了完全之后，最后全部堆在一起跟他们播。现在没风嘛，这个冬天的话要吹风，吹得雾了那个支架太细了，那也受不了，一吹就倒。现在都全部是苹果手机，一摔的话就8、9千、1万就不在了。因为要修嘛，你要修屏幕，修那些就几千块钱不在了，所以叫他们放好一点的直播架。小莫今天怎么变矮了呢？怎么感觉他那个衣服有点小色，红舞的黑色衣服一点，都有点显。本来也是，本来也不换了也不行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换规定了，手机不能进内机嘛，这完全没办法。80万，120万啊！
第二天晚上打麻将嘛，一般他喜欢打麻将。他们长沙到这边来的话，一般就家里面打麻将。这回事太虚了，在了。这几天有点冷嘛，有可能啊。他那天说他是没事的，家打麻将打到下雨打麻将嘛，跳舞也可以啊。教跳舞的应该教2、3千个。他教的主要是在周边郊县，像绵阳啊，什么省外的那些，成都都没有，成都很少。他主要在外地教，晓得什么雅江啊、大坝州那些地方的都有。这个不好听，抖一抖。
们整个队历练的工作全在里面啊，你们查不出吧？格桑花就是格桑花，就是格桑花。这两个穿了一样的衣服，阿错曲卓尔。昨天他们穿的那个。阿错曲卓尔一样的衣服，一样的高度，两个差不多。
消耗速度。这个是水，还能这个是水啊，这个是啊。哎呀妈呀，这不认识。那个这个看吧了，老师。这个是那个丽丽他们和那个啥化妆师他们拿那个加总上的。他换了衣服穿了，换了衣服穿了。是换了衣服拍那个的。漂亮好，我的战绩还有走马，在德国应该是跳最好的几个。特清楚，它名字叫特清楚，特别清楚，可以和他们一起跳吧。
小高。拿最多的那个花样，我都是实际的功劳，我都写的台了。啊，我都一些实际的功劳，再玩下最多的花样。你有好不听过你也可以。加强训练一下。哪儿嘞？又是哪儿？又是哪儿？西昌。西昌哪儿？西昌的。西昌有很多，就西昌粮食西昌琼海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在教过书啊。啊，你在那教书是吧？我在军博。我在那个长安。我在军博教书以前。我之前在长安做过一段时间。我就西昌的。哦，我就是西昌的。啊，我在军博教了好几年书。感谢您的支持啊！免费点点赞。说西昌我就很熟。因为第一次来嘛。你是汉族吧？啊？你是汉族哈？我是彝族的，我是彝族。老家是哪儿的？老家吗？老家是盐源的。盐源。哎，对，盐源的。我的闺蜜，Hello，晚上好啊，晚上好呀。不习惯，然后就是朋友们能够支持一下我们两个，谢谢辛苦了的兄弟，这也是玩得出来啊，对，他知道。
搞一个那个西装服装，再加个腊肠风衣。你对他好一点嘛，真的是。真的一直很好啊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这样多好啊，这样他喜欢。让你们看，你们要看。小区在外面啊，外面站着的。
随时盯到人。他久了之后他是我跟人离开一下，他恼火的很。他随时要找人了，去整花睡了。哎，我以前你这儿才播这个剧，这个是摄像嘛，自己剪嘛，自己剪。看现在发抖音上那些。有剪的那个有一段段的。我看你发的是发的英文那个有外文的，发的这个这个有点少一些，内容不一样。这跳完差不多结束了，还6分钟，这个跳完6分钟。你又晓得呀6分半，6分42。啊，你也拿不来。基本熟悉那些都知道。都会跳，你看这小朋友都会跳，看吧，他跳的姿势很好看。对啊，跳的可以。对，他一看就会。他也是汉族。对，看吧，他们3个，他3、4个在一起，今天只带了他一个。对啊，他喜欢跳。他跳的姿势好看，是吧？吉祥祝福应该暂时不会跳吧？今天有时间了嘛？现在这个跳完都超时了，看一下应该是9点30，超了，跳完都9点35了，9点34分。有可能那个腊肠红运那个就不会跳了，第2段吧，应该是第2段，那个将近3分钟。
结束，有可能结束了。结束了嘛？结束了，9点半结束了。结束了。哪里敢走嘛？伢走哪里去呢？不早点回家了噻，今天下有时候你要在那方就知道了嘛。下行的嘛，今天特别开车，没得必要去了噻，都那边没得人了嘛。认不到。我那天你最多花那天晚上，那个是我说的都是小李的功劳。他们晓得一块儿没事。啊？他们说他们他们说的可他们他说海外的，他们现在这个公司团小的要到体育馆家。每天现在限行，哦，没开车，先打车来的，车子来的。我家那方面那个应该还是有人要去。我今天没吃嘎。不晓得他们，你说体育馆嘛？哎呦，今天限行嘎。哎，你的车也限行嘛？一样的，我忘了。今天限行的多。忘了。我妈没人了，我去了哈尔我都跑过。那早上就晚上过来还是人多了嘛，人就会满的。那后头我人是多，他叫的有些怕我。他那嘛有19度的嘛。还剩下很多兄弟。这跟他们那好多话有个。对。我们网友不有海外网友送的，他们海外粉丝。就是海外的。海外的，因为这些人搞不来那个什么韩语啊、日语啊事情，你一下子，你原来是干什么的？就交流噻，他们就联系噻，发消息的噻。你还可以，你的直播就发进去了。还好 pose， 加粉丝。耶，好爽，欧气的好爽。开背眼了吗？开背眼了吗？没开，你瞅着看。看看，我照了好几照张。都没有照，等一下。哎呦喂！照半天照了一个这个。有，我照了好几张。哎呦，好油啊脸，哎呦恼火嘞。有意思，不是说你哎，hello，然后呢，我也不知道说不来句。不承认，他天了嘛。曲针有几个曲针？2个、4个，有3、4个。你想，4个，胖啊。哎呀，还好认得那个，我说请个，他就请我的嘴皮。就是他要的亲，他知道，他要跟那个打招呼。没有招呼啊。他有人还要亲过，他就那个，他就在脸上给你舔那些。我亲了，我舔了我的鼻子。哎，舔嘴，往就是脸上嘛。我说认到我吧，我说亲一个，来亲一个，你干什么？这个曲针你看不看嘛？这个曲针现在直播，你在直播吗？在直播吗？没直播。没有，我这不是看着。我以为在直播嘞。他们都走了吗？他们2个都走了。00和那个都走了吗？我说他们你们一起走吗？你们要拍视频吗？应该不会吧？看我们家那个小朋友，小孩子一样。他亲的话，他这个亲你的嘴唇，亲你的脸，反正就是脸上要亲。亲了我的嘴皮了。来，就像小朋友一样，6岁的小孩子一样。反正就是小娃儿一样。哎
呀，好大的嘴，哎呀，好大的嘴，好臭，真臭。哎，稍微。哎呀，这个坏人又来了，坏蛋，坏蛋，坏蛋又来了。他经常下班的。没人马上要开始了，现在我们那个院子里面有个不是养水鬼的，他没带鸡儿噻，他热到，他跑去找个别个爸，然后就天天在打招呼，那边肯定是有18岁的，所以跑去打招呼，他也认到都认到，但他打招呼嘛就跑的然后去他还抱了嘛，哎，他都知道，因为他吃了以后知道，都知道。哦，他们来收东西，我是说他们 A 组啊，或者咱们去真的旁边，他们两个在收东西，他们3个在收东西。好多天没去玩了。这地方根本不能在，真的。星期一就在，对的，星期一那天他耍来，就在里面跳嘛，下雨嘛，星期二在这跳了哈嘛。今儿你那哈回去了嘛？昨天又是我也是，天天都下雨。今天好不容易下雨。这儿不也下了，这儿明天开始降了。我已经好几周啊。马上就走了，就打个车就回去了。行吧。哎，今晚去直播吗？你们去今晚装什么？找个充电宝。我先走了。加佩斯。哎，我给手指来了。哎，可以坐你的车。哎，对，先走了。走哪里？结果噻。走噻。拜拜。我是他的车嘛，他有个那个，你的车不？我的车在罗马价值广场那里。为啥我们要坐你的车去嘛？走噻。加佩斯。哎。他那3个。对。这3个。走嘛。一起在一起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拜拜。这个要归还的嘞，不然我就不钱的嘞。哎呀，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我就怕你的充电宝用了不还回去了。还有个，我开玩笑，一下想不起来了，反正几个，30个。你就记不起来走啊，走，干脆我们就坐走吧，走吧。坐他的车，还有个那个面包，好不？好，我把那个停了。